当初9日大地震，南投算断甲真严重。咱来看南投在地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嘛为9日办真侪纪念的活动，邀请部里的艺术家张家明做一个以坚韧好命的雕塑作品。咱就请地方的记者苏晴带咱做伙来看卖。 记者即阵伫咧南投埔里的抓教堂，遮有一个真特别的雕塑作品，是艺术家张家明喺9日伊地震所创作的纪念雕塑，号名叫做“坚韧”，有坚强论命的意思。会当看到雕塑的中央有笔顺，笔顺的所在还有叶仔。为什么安尼设计呢？咱来听艺术家的说明。笔顺就代表讲，因为地震所造成的伤害，就亲像一个石头来破做两边。 这个地震复兴的过程呢当中呢，就是亲像咱甲这两块石头，甲伊修补转啊。所以我将用着黄铜的这个蝴蝶顺甲破起两块石头呢，甲伊相结合都转啊。所以这嘛象征了一个咱地震以后，地震之后的这个重建。 咱甲日本的这个受地震灾害地区有真侪交流，真需要一个纪念的物来纪念咱台湾甲日本咧地震中建的这友谊，所以阮就趁这届这个机会，请嘉明艺术家来做一个雕塑。 这边举办9日纪念活动的主办单位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表示，这几冬咱参日本有袂少灾后重建的交流，今仔日由日本新福市灾害地区交流会的代表来现场，代表着台湾甲日本灾后互助重建的感情。活动还有安排音乐表演，希望透过艺术甲音乐的陪伴，抚慰25冬前9日地震的疼痛，迎接这阵新世代的能量甲成长。以上是记者杨淑晴伫南投的采访报道。